大家好，歡迎嚟到滬港童心網紅大賽嘅第一堂課程入局指南。當魔都遇見港風，我係你哋嘅導師 Vicky， 我會同大家一齊探索點樣喺呢個充滿機遇嘅網紅世界入局。今日我哋會解構實用嘅網紅成功密碼，特別係點樣將上海同香港兩地嘅獨特元素融合，創造出屬於你嘅個人品牌。無論你係初出茅廬嘅新手，定係想轉型嘅創作者，呢堂課都會幫你打好根基。喺開始之前，我想講下呢個大賽嘅初衷。滬港童心唔單止係一個比賽，而係一個連結兩地文化創意嘅機遇，俾我哋有更多嘅可能性喺網紅呢一個行業發光發亮。你哋可能已經開始構想到，當東方明珠遇上維多利亞港，會迸發出點樣嘅火花？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探討嘅主題。當魔都遇見港風，我哋將一齊解鎖你嘅網紅密碼。各位準備好未？我哋而家就開始踏上呢一段精彩嘅旅程啦。咁到底乜嘢係滬港童心呢？其實滬港童心唔單止係地理位置上嘅相遇，而係一種更深層次嘅文化、創意同埋商業嘅融合。上海呢個被稱為魔都嘅城市，擁有濃厚嘅摩登時尚氣息，而香港，我哋嘅獅子山下，則有住獨特嘅潮流文化。當呢兩種氣質相互交織，就會碰撞出非常獨特嘅網紅靈感同創作可能性。就好似屏幕上顯示嘅圖片，上海弄堂與香港茶餐廳嘅文化交融，兩種截然不同嘅文化場景，卻可以喺現實中完美融合。喺呢個課程中，我哋將會探索點樣將上海同香港呢兩個城市嘅特色元素融入你嘅內容創作。無論係美食、時尚、語言定係生活方式，都可以成為你打造獨一無二個人品牌嘅素材。滬港童心嘅核心係融合同獨特，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一個概念，創造出屬於自己嘅風格。我哋唔使刻意模仿其他人，反而應該發掘自己獨特嘅滬港故事。記住，真實同獨特永遠係吸引觀眾嘅關鍵。各位同學，今日我哋嚟講下點樣抓住互聯網直播呢個大風口。講真，而家互聯網直播同短視頻絕對係最爆嘅商業模式。網紅經濟唔單止改變緊傳統行業嘅玩法，重開咗好多新嘅機會之門。等我哋睇下啲實際數據啦。截至舊年年底，即係2024年底，中國直播電商交易額已經去到4.9萬億人仔啦。呢個數字嘅年均複合增長率高達 85.3%， 真係好誇張。專家仲預測到2025年呢個數字會突破5萬億，繼續高速增長緊。仲有呢，截至2024年12月，中國短視頻用戶已經去到 10.4 億人，差唔多佔晒成個網民人口嘅 93.8%。短視頻已經連續6年成為最受歡迎嘅網上視聽應用啦，完全冇得輸。同埋好多人日日都喺度睇直播、刷短視頻嘅場景，呢個市場勢頭咁勁，我哋點樣先可以搭上呢班列車呢？下一部分我哋就會詳細講解啦。講到網紅經濟，我哋必須要講嘅就係暴富密碼。可能你會諗，真係咁容易賺大錢咩？我可以同你講，係真。但前提係你要掌握正確嘅方法。首先，流量等於機遇。喺互聯網世界，流量就係最寶貴嘅資源。當你有咗流量，變現嘅方式就有好多，直播打賞、電商帶貨、品牌合作、知識付費等等。睇下呢啲成功例子。李佳琦，美妝達人，通過直播帶貨，年銷售額突破8億元，成為現象級網紅。佢嘅變現模式包括電商帶貨、品牌合作同埋廣告代言。我諗大家都聽過佢嘅招牌口頭禪，買佢買佢買佢。仲有薇婭，全品類帶貨一姐，打造咗超級直播間，覆蓋服裝、食品、家居等多個品類。佢嘅變現模式有電商帶貨、品牌合作同自有品牌。呢啲例子話俾我哋知，喺互聯網時代，只要你有獨特嘅內容同正確嘅營銷策略，你完全可以喺短時間內實現財務自由。
當然啦，背後肯定有大量嘅努力同堅持，但係呢一條路係實實在在存在嘅。金幣、購物車、禮物盒呢啲都係網紅經濟嘅象徵，而李佳琦同薇婭嘅直播截圖正正顯示咗佢哋嘅成功。如果你準備好踏上呢一條路，就要記住，內容為王，互動為後，關鍵係建立屬於你嘅獨特個人品牌。網紅究竟係咩嚟？其實就係新一代跨國輕資產創業。以往想創業，你可能需要大量嘅資金、場地、人手，但而家嘅網紅創業真係低到不能再低嘅門檻，一部手機，一個 idea 就可以開始你嘅網紅事業。睇下圖片中嘅簡單裝備，一部手機，一個攝像機，一個燈光設備，呢啲就係你需要嘅全部工具。甚至有啲網紅連呢啲都冇，就靠一部手機已經成功咗。講真，呢種高回報低投入嘅創業模式係前所未有嘅。內容創作帶嚟嘅收益可能遠超你嘅想象。你可能會話，我唔識剪片，我冇專業嘅器材，但其實呢啲都唔係問題。隨住科技嘅發展，而家有好多 AI 工具可以幫你搞定呢啲技術問題。睇下屏幕上嘅對比表格，傳統創業需要高啟動資金，風險高，市場範圍通常限於本地，運營成本高，見效時間長。而網紅創業就啱啱相反，低啟動資金，風險相對低，市場範圍可以覆蓋全球，運營成本低，而且見效時間短。講個例子，我有個朋友，佢以前做金融，朝九晚五，人工都唔錯，但佢發現自己中意烹飪，就開始喺社交媒體分享自己整嘅菜式。開始嘅時候冇乜人睇，但係佢堅持咗半年，粉絲就由0增加到10萬。而家佢嘅主要收入已經係靠內容創作，反而之前嘅金融工作變成兼職。佢話自己從來冇諗過生活可以有咁大嘅改變，所以只要你有創意同埋執行力，網紅創業絕對係一個值得考慮嘅選擇。而家嘅關鍵係行動，而唔係等待。而家直播行業嘅一個明顯趨勢就係國際化，跨境電商直播讓你可以將商品賣向全球，開拓更廣闊嘅市場。好多香港同上海嘅網紅已經冇再局限喺本地市場，而係向全世界嘅觀眾展示自己嘅生活、才藝同文化。睇下屏幕上呢張地球圖片，無論係中國嘅抖音、快手，定係國際平台如 YouTube、TikTok、Instagram， 都為創作者提供咗全球化嘅舞台。最重要嘅係，而家語言已經唔再係障礙，好多 AI 翻譯工具可以幫你實現跨文化交流。我見過有啲外國網紅用 AI 同步翻譯，一邊講英文，觀眾就可以睇到中文字幕，非常方便。對於滬港同深嚟講，呢個趨勢提供咗巨大嘅機遇。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有語言優勢同國際視野；上海作為中國嘅經濟中心，有龐大嘅市場同創新能量。當兩地元素結合，就可以創造出極具國際競爭力嘅內容。如果你有意向進軍國際市場，建議你可以考慮以下幾點：一係揀啱適合國際市場嘅平台；二係研究目標國家嘅文化同喜好；三係善用跨境電商工具同平台。記住，全球化係大勢所趨，而你可以成為呢個浪潮中嘅弄潮兒。想要喺直播界脫穎而出並實現高變現，你需要掌握幾個關鍵秘笈。首先就係選品策略。你要揀選高需求、高利潤嘅商品或者服務，冇人想睇你介紹啲冇用嘅嘢，對唔對？好多新手網紅以為任何產品都可以帶貨，但實際情況係唔同產品嘅轉化率差異可以去到10倍甚至100倍。第二個秘笈係內容創意，你要打造有趣、有料、有價值嘅直播內容。記住，觀眾嘅時間係有限嘅，你點先可以吸引佢哋留低？可能係你獨特嘅視覺，可能係你專業嘅知識，又或者係你有趣嘅表達方式。舉個例子，有個賣護膚品嘅網紅，佢唔係簡單淡講產品功效，而係設計咗一個28日護膚挑戰，每日喺直播中示範使用產品同埋分享效果，結果吸引咗大量死忠粉絲，轉化率大幅提升。第三個秘笈係互動技巧，要同觀眾建立情感連結，提高用戶粘性。
喺直播間回應觀眾嘅問題，記住常客嘅名字，創造一種親切感。有啲網紅會專門設計互動環節，例如有獎問答、投票決定下一個測試嘅產品等等。記住，高變現唔係一朝一夕嘅事，需要不斷嘅測試同調整。但只要你掌握咗呢幾個秘笈，成功嘅機會就會大大增加。而家我哋開始探索點樣將滬港元素融入你嘅創作當中。首先講攝影方面。上海同香港都有非常豐富嘅視覺元素，可以激發你嘅攝影靈感。上海有外灘夜景、石庫門弄堂、現代藝術館等等，呢啲都係極具魔都特色嘅景點。拍攝呢啲地方可以體現上海嘅歷史感同現代感嘅交融。而香港呢，有維多利亞港、霓虹燈街景、復古電車等等，呢啲都係香港獨有嘅城市符號，充滿港式情懷。點樣將兩地元素融入你嘅攝影作品呢？我舉幾個例子，你可以拍攝着住旗袍嘅模特，站喺維多利亞港前，將上海嘅時尚元素同香港嘅地標結合；又或者拍攝上海弄堂裏嘅貓，背景係香港嘅霓虹燈牌，呢種反差感會令到作品更加吸引。睇下屏幕上呢啲融合滬港元素嘅攝影作品，你可以感受到兩地文化碰撞產生嘅獨特魅力。呢啲作品喺 Instagram 同小紅書上都非常受歡迎，獲得咗好多讚好同埋分享。我鼓勵大家發揮創意，用自己嘅視覺去捕捉滬港兩地嘅獨特魅力。無論你係專業攝影師定係業餘愛好者，都可以通過鏡頭講述屬於你嘅滬港故事。講到滬港元素，美食絕對係一個庫礦。上海有小籠包、生煎包、本幫菜等等，呢啲都係富有江南特色嘅美食。香港則有點心、燒臘、港式奶茶等等，呢啲都係充滿港式風味嘅美食。點樣將兩地美食文化融入你嘅內容呢？我俾啲例子你參考。你可以做一個小籠包 vs 蝦餃嘅美食評測視頻，比較兩種點心嘅異同。又或者喺上海嘅餐廳裏品嘗港式奶茶同菠蘿包，分享你嘅感受。睇下屏幕上呢啲融合滬港美食嘅創意圖片同短視頻，呢啲都係從小紅書、抖音等平台截取嘅。你可以見到好多創作者已經開始探索呢個方向。美食係連接人心嘅橋梁，無論你係 foodie 定係廚藝愛好者，都可以通過美食話題吸引大量觀眾。我鼓勵大家喺呢方面多做嘗試，記得要強調美食嘅視覺效果同文化內涵。呢樣會令你嘅內容更加吸引。而家講一個好有趣嘅滬港元素，方言。上海話同廣東話都有佢哋獨特嘅魅力，可以喺你嘅內容創作中起到畫龍點睛嘅效果。上海話軟糯、親切、富有生活氣息，就好似上海人嘅性格一樣，溫柔而內斂。廣東話則獨特、有趣，充滿港式風味，直接表達又幽默風趣。呢兩種方言各有特色，但都能夠為你嘅內容增添獨特嘅魅力。點樣喺內容中巧妙運用方言呢？我俾幾個例子你參考。你可以用上海話或者廣東話說一句問候語，例如上海話嘅龍好，或者廣東話嘅你好啊。呢一種小細節會令你嘅內容更加有親切感。又或者喺視頻中加入一啲上海話或者廣東話嘅流行語，例如上海話嘅龍曉得佛，你知道嗎？或者廣東話嘅有冇搞錯啊？咁都得。呢啲地道嘅表達方式會令你嘅內容更加接地氣，更容易引起共鳴。我鼓勵大家喺內容中加入方言元素，但係記得要自然，唔好刻意或者做作，真誠先至能夠打動人心。就算你嘅發音唔係好標準，觀眾都會欣賞你嘅嘗試同誠意。色彩係視覺傳達嘅重要元素，而喺滬港同心嘅創作中，運用適合嘅色彩，可以更好地表達兩地嘅獨特魅力。上海有老上海嘅復古色調，例如暗紅色、墨綠色加金色，呢種搭配充滿海派文化嘅韻味。上海仲有現代都市嘅明亮色彩，例如灰色調配合鮮豔嘅亮點色，體現國際大都市嘅時尚感。香港則有霓虹燈嘅絢麗色彩，紫紅色、亮黃色、湖藍色嘅組合，呢一種色彩搭配充滿港式復古情懷。
香港仲有懷舊港風嘅膠片色調、偏暖嘅黃黑色調，令人諗起80、90年代嘅香港電影。點樣運用色彩打造獨特嘅視覺風格呢？屏幕上顯示咗幾個滬港主題嘅色卡方案。方案一係老上海復古風，用暗紅色、墨綠色、金色嘅組合，呢種搭配適合展現上海嘅歷史感同奢華感。方案二係香港霓虹燈風，用紫紅色、亮黃色、湖藍色嘅組合，呢種搭配充滿活力，好適合年輕嘅內容創作。方案三係現代滬港融合風，用米白色、淺灰色、亮紅色嘅組合，呢一種搭配嘅時尚又不失傳統韻味，好適合跨界內容。喺選擇色彩嘅時候，你要考慮你嘅內容、主題同目標受眾。例如，如果你做嘅係新式茶飲測評，可能霓虹燈風格嘅色彩更加適合。如果你做嘅係中式點心介紹，可能老上海復古風更加適合。記住，色彩唔單止係裝飾，更係情感嘅載體。透過精心設計嘅色彩方案，你可以為你嘅內容增添層次感同情感共鳴。我建議大家可以收藏一啲你中意嘅滬港風格嘅圖片，分析佢哋嘅色彩搭配，然後應用到你自己嘅創作中。講完咗滬港元素，我哋而家開始講點樣揀選適合你嘅網紅賽道。首先要明白一個道理，興趣係最好嘅老師。想要喺網紅行業長期發展，最重要係揀一條你有熱情、有興趣嘅賽道。你要問自己呢一啲問題：你中意乜嘢？係美食、旅行、時尚，定係遊戲？你擅長乜嘢？係唱歌、跳舞、繪畫，定係寫作？將你嘅興趣同擅長結合起嚟，就可以揾到你嘅獨特賽道。例如，如果你中意美食又識得畫畫，可以考慮做美食策劃。如果你中意時尚又擅長寫作，可以考慮做時尚評論。睇下屏幕上呢張充滿唔同興趣愛好 icon 嘅圖片，每一個圖標都代表住一個可能嘅賽道。重點係，無論你揀邊一條路，都要係你真正感興趣嘅。我想提醒大家，興趣可能會隨時間轉變，呢個好正常。重要嘅係保持真實同真誠，跟隨你嘅熱情走，自然會揾到屬於你嘅賽道。講完興趣，我哋要講另一個重要嘅賽道選擇策略，避開紅海。乜嘢係紅海呢？就係競爭極其激烈嘅領域，好多人都喺做同一樣嘢，好難突圍而出。喺網紅行業，有啲領域已經非常飽和，例如美妝測評、普通美食探店等等。如果你冇特別嘅資源或者獨特視覺，貿然進入呢啲領域，可能會淹沒喺茫茫人海當中。相反，你應該選擇有潛力但尚未飽和嘅細分領域，例如小眾文化、特定人群、新興技術等等。呢一啲領域競爭相對較少，但仍然有足夠嘅受眾基礎。睇下屏幕上嘅圖片，一邊係魚群擁擠嘅圖片，代表紅海。另一邊係魚群稀少嘅圖片，代表藍海。喺藍海中，你更容易被發現，更容易建立你嘅獨特地位。重點係唔好盲目跟風，尋找你嘅獨特價值。如果你發現好多人都喺做同一件事，思考下點樣用不同嘅角度或者方式去做，差異化競爭永遠係制勝嘅關鍵。講完咗一般嘅賽道選擇策略，我哋而家講點樣結合滬港同深嘅特色，打造你嘅獨特賽道。呢個大賽嘅重點就係滬港元素嘅融合，所以你可以考慮以下呢啲賽道：滬港美食探店、滬港文化交流、滬港時尚穿搭等等，將兩地特色融入你嘅內容，自然會形成差異化優勢。嚟睇一啲案例，有一位喺上海嘅香港人，佢專門分享喺上海嘅生活同美食體驗，佢會以香港人嘅視角評價上海嘅茶餐廳係咪正宗，又或者分享點樣喺上海買到港式食材。呢種港人在乎嘅視角非常受歡迎，因為佢提供咗獨特嘅文化比較。另一個例子係一位喺香港嘅上海人，佢專門分享喺香港嘅時尚穿搭同文化觀察。佢會介紹點樣將上海嘅時尚元素融入香港嘅街頭風格，又或者比較兩地嘅生活方式差異。呢種滬人在港嘅視角同樣吸引咗大量粉絲。我建議大家結合自身背景同興趣，思考點樣將滬港元素融入你嘅內容創作。如果你係上海人，可以分享你對香港嘅認識同嚮往。
如果你係香港人，可以分享你對上海嘅體驗同感受，亦都可以兩地都冇直接關係，但係對兩地文化都有興趣，一樣可以做出好內容。記住，真實嘅體驗同感受永遠係最有說服力嘅，唔好為咗迎合主題而失去真實性，而係要從你自己嘅角度出發，講述你同滬港文化嘅真實連結。通過分析眾多成功嘅網紅案例，我哋可以總結出幾個共通點，呢啲都係成為一個成功網紅嘅關鍵要素。第一，獨特嘅個人風格。每一個成功嘅網紅都有佢鮮明嘅個性標籤，令人一眼就認得出。可能係獨特嘅穿搭風格，可能係特別嘅說話方式，又或者係標誌性嘅內容形式。無論係乜嘢，重點係令你喺人群中脫穎而出。第二，持續嘅內容輸出。內容創作唔係一朝一夕嘅事，需要長期堅持。成功嘅網紅都有規律嘅更新頻率，保持與受眾嘅聯繫。佢哋可能每周更新一次高質量內容，又或者每日更新輕量級內容，但係總之係有規律、有持續性。第三，積極嘅互動交流。網紅唔單止係內容創作者，更係社群嘅維護者。佢哋會積極回應粉絲嘅留言，參與討論，甚至根據粉絲建議調整內容方向。呢種互動令到粉絲有參與感，增強社群黏性。第四，清晰嘅變現模式。成功嘅網紅都有清晰嘅變現策略，知道點樣將流量轉化為收入。可能係電商帶貨，可能係品牌合作，可能係知識付費，但係總之係有明確嘅商業模式。睇下屏幕上成功網紅嘅關鍵要素，呢啲要素唔係單獨存在，而係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例如，獨特嘅個人風格有助於吸引粉絲，持續嘅內容輸出有助於維持粉絲黏性，而清晰嘅變現模式則可以帶嚟收入，支持你持續創作。而家我哋講講網紅路上嘅一啲常見誤區，等大家可以避開呢啲坑。第一個誤區係急功近利，追求快速漲粉。好多新手網紅一開始就諗住點樣快速漲粉，甚至通過買粉絲、刷流量嘅方式嚟達到目的。但係呢種做法係非常錯誤嘅，因為虛假嘅數據唔會帶嚟真實嘅互動同轉化。真正有價值嘅係真實嘅有互動嘅粉絲，而唔係數字上好睇嘅粉絲數量。第二個誤區係抄襲他人內容，缺乏原創性。網上有太多致敬人哋內容嘅賬號，但佢哋好難有長遠發展，因為觀眾最終會發現你嘅內容缺乏原創性，失去興趣。真正有生命力嘅內容，一定係源於你自己嘅思考同創意。第三個誤區係忽視用戶互動，自說自話。有啲創作者只顧發佈內容，完全忽視與粉絲嘅互動，但實際上互動係建立忠實粉絲群嘅關鍵。你應該積極回應留言，參與討論，令粉絲感受到你嘅真誠同埋關注。第四個誤區係忽視法律法規，觸碰紅線。無論係喺上海定係香港，做網紅都要遵守當地嘅法律法規，尤其係涉及廣告宣傳、產品代言嘅時候，一定要確保內容真實準確，唔好誇大宣傳或者發佈虛假信息。我見過有創作者因為咗博出位，發佈咗一啲挑戰法律底線嘅內容，結果不僅賬號被封，甚至面臨法律責任。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創作要有底線，做有責任感嘅網紅，避開呢啲誤區，專注於持續輸出優質原創內容，建立良性嘅粉絲互動，呢先係網紅長久發展嘅正確之路。而家我哋講講點樣建立你嘅網紅品牌。首先要思考嘅係你嘅網紅形象係乜嘢？係專業、有趣、親切，定係其他特質？呢個形象會直接影響你嘅內容風格同受眾群體。例如，如果你想打造一個專業嘅形象，你嘅內容可能會更加注重知識性同權威性；如果你想打造一個有趣嘅形象，你嘅內容可能會更加注重娛樂性同創意性。無論你選擇點樣嘅風格，都要確保呢個形象係你能夠長期維持嘅，因為真實感係建立信任嘅基礎。其次，你嘅內容傳達乜嘢價值觀？係積極、向上、真實，定係其他價值觀？你嘅價值觀會影響你揀選乜嘢內容分享，點樣表達你嘅觀點。有一致嘅價值觀取向，有助於吸引志同道合嘅粉絲。
例如，如果你注重真實，你可能會分享真實嘅生活片段，包括失敗嘅經歷。如果你注重積極向上，你可能會分享更多激勵人心嘅故事同經驗。睇下屏幕上關於品牌形象、價值觀、信任感嘅思維導圖，你可以清楚地睇到呢三者係相互關聯嘅。良好嘅品牌形象同一致嘅價值觀會幫助你建立用戶信任感。記住，建立個人品牌係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持之以恆。你要確保你嘅每一條內容、每一次互動都符合你嘅品牌形象同埋價值觀。只有咁，你先能夠喺眾多創作者中脫穎而出，建立起獨特嘅個人品牌。喺眾多網紅中，點樣令用戶記住你？呢個問題嘅答案就係差異化。你要思考，當用戶諗起你嘅時候，腦海中浮現嘅第一個特質係乜嘢？呢個就係你嘅獨特賣點 USP。例如，你可能係唯一用上海話同廣東話雙語直播嘅美食達人，又或者專門探索滬港兩地文化差異嘅旅遊博主。呢一種獨特嘅定位可以幫助你喺競爭激烈嘅環境中脫穎而出。具體嚟講，你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打造個人特色。獨特嘅口頭禪，一句簡短又有記憶點嘅口頭禪，可以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安心啊，有冇搞錯啊？標誌性嘅服裝、特定顏色、風格或者配飾嘅穿搭可以成為你嘅視覺標識。例如有個網紅就係因為成日戴同一頂帽子而被人記住。鮮明嘅觀點，喺某個領域有獨到嘅見解同觀點，可以令你成為意見領袖。例如有個網紅就係因為獨特嘅時尚審美觀而聞名。你可以從多個維度思考你嘅背景、經歷、專業知識、個人特質等等，從中發掘獨特之處。我鼓勵大家花時間思考自己嘅獨特之處，可以問下朋友或者家人，佢哋覺得你最突出嘅特質係乜嘢？有時候旁觀者清，佢哋嘅觀察可能會令你有意想不到嘅發現。記住，你唔使刻意做一個與眾不同嘅人，而係要發掘同展現真實嘅自己。真誠永遠係最有魅力嘅。喺網紅創作嘅過程中，善用互聯網工具可以大大提升你嘅效率同內容質量。而家有好多 AI 工具可以幫助你喺各個環節省時省力。第一類係 AI 寫作工具，可以幫你快速生成文案、腳本。例如 Jasper.ai， 你只要輸入簡單嘅指令同關鍵詞，佢就可以幫你生成一份直播腳本或者文案嘅初稿。雖然 AI 生成嘅內容可能需要你再加工，但起碼可以幫你節省構思嘅時間。第二類係 AI 繪圖工具，可以幫你創作獨特嘅視覺素材，例如 Midjourney 或者 DALL-E 2，只要輸入文字描述就可以生成高質量嘅圖片。呢啲工具特別適合用嚟生成個性化頭像、頻道封面，甚至產品概念圖。例如，你可以輸入上海石庫門同香港茶餐廳嘅融合風格， AI 就會為你生成一張充滿創意嘅圖片，可能係一個有上海特色嘅茶餐廳，又或者係一個有香港風味嘅石庫門。呢啲獨特嘅視覺元素可以令你嘅內容更加吸引人。第三類係 AI 剪輯工具，可以提升你嘅視頻製作效率。例如 Descript 可以將語音自動轉為字幕，並且進行快速剪輯。對於新手創作者嚟講，呢一類工具可以大大降低視頻製作嘅技術門檻。當然，工具再好都只係輔助，核心內容同埋創意仍然要靠你自己。我建議大家抱住工具為我所用嘅心態，善用呢啲資源提升創作效率，但唔好過分依賴。真正嘅人格魅力同創意思維係任何 AI 都取代唔到。做網紅唔係一條孤獨嘅路，加入社群，互相學習可以幫助你更快成長。喺網紅行業，人脈同資源共享非常重要，而社群就係建立呢啲聯繫嘅最佳平台。首先，你應該尋找同你志同道合嘅網紅夥伴，呢啲可能係同領域嘅創作者，又或者係有互補技能嘅合作夥伴。例如，如果你擅長拍攝，但係唔係好識剪片，就可以尋找擅長後期製作嘅夥伴合作。其次，積極參與行業交流活動，拓展人脈。呢啲活動可能係線上嘅講座、工作坊，又或者係線下嘅聚會、展覽。喺呢啲場合，
你可以認識到行業中嘅資深人士，學習佢哋嘅經驗同技巧。睇下屏幕上呢張多人互相交流嘅圖片，呢個就係社群嘅魅力所在，互相學習，互相支持，共同成長。喺呢個過程中，你可能會遇到志同道合嘅朋友，又或者遇到願意指導你嘅前輩，呢啲都係非常寶貴嘅資源。同時，社群仲可以為你提供情感支持。做網紅有時會面對好大嘅壓力，例如內容創作嘅瓶頸期、惡意評論嘅打擊等等。喺呢啲時候，有一班了解你嘅同行陪伴，可以幫助你渡過難關。我鼓勵大家積極參與滬港同心相關嘅社群活動，認識更多嚟自上海同香港嘅創作者。通過交流碰撞，一定會產生更多創新嘅想法同靈感。講咗咁多理論同技巧，最重要嘅係行動起嚟。你可能會問，我應該點樣開始？其實第一步好簡單，就係註冊你嘅社交媒體賬號。你可以揀一個或者幾個主要平台，例如小紅書、抖音、微博等內地平台，或者 Instagram、YouTube、TikTok 等國際平台。唔使一開始就全部平台都做，揀你最熟悉、最有信心嘅平台開始就得。然後就係發佈你嘅第一條內容，唔使諗太多，內容可以好簡單，例如一段自我介紹，或者分享一個你感興趣嘅話題。記住，完美係行動嘅敵人。與其追求完美嘅第一條內容，不如先踏出第一步。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唔好害怕失敗。每個成功創作者嘅背後都有無數失敗嘅嘗試，重點係喺實踐中學習，不斷調整同進步。你嘅第一條內容可能唔會好完美，甚至可能冇乜人睇，但唔緊要。重要嘅係你已經踏出咗第一步。睇下屏幕上呢張奔跑嘅圖片，象徵住行動嘅力量。記住，成功屬於勇於行動嘅人。我想喺呢度引用一句我好中意嘅話：1年之後你會慶幸今日開始咗，所以唔好再猶豫，而家就行動起嚟，註冊你嘅賬號，發佈你嘅第一條內容，開始你嘅網紅之旅。好啦，我哋而家回顧下今日學到嘅重點。首先，我哋了解咗滬港同心嘅網紅機遇，知道兩地文化融合可以產生無限創意同商業可能性。其次，我哋討論咗點樣揀選適合你嘅網紅賽道，包括根據興趣揀選，避開紅海市場，以及如何結合滬港特色，打造差異化優勢。第三，我哋講解咗點樣打造你嘅個人品牌，包括建立鮮明嘅形象，傳達一致嘅價值觀，以及創造獨特嘅個人風格。第四，我哋分享咗點樣善用互聯網工具，包括 AI 寫作工具、AI 繪圖工具同 AI 剪輯工具，呢啲都可以大大提升你嘅創作效率。最後，我哋強調咗社群嘅重要性，鼓勵大家加入社群，互相學習，互相支持，共同成長。希望通過今日嘅課程，大家已經對網紅行業有咗初步嘅了解，對點樣入局有咗清晰嘅概念。記住，成功嘅網紅之路唔單止係靠才華，更重要嘅係堅持同努力。今日聽課嘅你，可能就係下一個網紅之星。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持之以恆，相信你一定可以喺滬港同心嘅平台上綻放光彩。最後，我想預告下我哋嘅第二堂課，定位策略與個人品牌塑造。喺下一堂課中，我哋會深入探討網紅類型分析，幫你了解唔同類型網紅嘅特點同適合人群。我哋仲會講解定位方法，包括專長、熱情同市場缺口三者嘅結合，幫你揾到最適合自己嘅定位。我哋會通過大量嘅案例研究，拆解成功賬號嘅定位策略，分析佢哋點樣打造個人品牌，點樣吸引目標受眾，從中得到啟發同借鑒。定位同個人品牌係網紅發展嘅基礎。好多網紅之所以失敗，就係因為定位唔清晰，個人品牌唔鮮明。所以下一堂課對大家嘅網紅之路非常重要，千祈唔好錯過啊！屏幕上嘅圖片展示嘅係下堂課程相關嘅內容，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嘅期待。我哋下堂課見。